大家好，我係胡善文 Jonathan Wu， 我係胡嘉龍 Simon Wu， 歡迎收睇呢一集嘅胡說法道。Jonathan， 最近咧就市面上好多講法咧，就係話係充斥市面嘅銀行嘅混合債咧，會有好大嘅改變，係咪啊？冇錯啦。咁咧就呢啲混合債咧，英文叫做 hybrid 咧，過去呢廿幾年咧，好多特別是係退咗休嘅朋友咧，係買得比較多嘅。咁呢啲混合債係咩嚟嘅？佢基本上就係間公司嘅股票同埋佢發出嚟嘅普通嘅債券嘅中間，所以咪叫做混合債或者係叫做 hybrid 咯。咁呢啲咧就係啲當係債券咧，係每一期啊或者每半年就會派股息出嚟嘅。咁點解投資者覺得呢一種類嘅投資咧係比較吸引咧？係最主要係因為佢嗰個股息或者佢派出嚟嗰個收入咧，係比起普通債券、政府債券甚至乎定期咧係比較高嘅。第二個原因咧係因為佢所派出嚟嘅收入咧係當係 fully franked。咁 fully franked 咧，大家知道咧，如果你收股息嘅話咧係有稅務嘅優惠嘅。咁所以特別是係對退咗休嘅朋友咧係非常之吸引。不過證監處咧呢幾年咧而家就開始發出啲新嘅信息出嚟俾市場咧，就係會令到個市場開始收縮㗎。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例子，呢個例子叫做 CBA Pearls 第15期。咁當然咧 CBA 就係聯邦銀行發出嚟啦。咁佢所派出嚟嘅收入咧，就係跟翻簡單嚟講嗰個儲備銀行嘅利率就係3.6%，再加一個 margin。咁喺呢一個第15期嘅 Pearls 咧，佢就係個 margin 係2.85%。呢兩個數目加埋一齊咧，就會投資者會達到6.45% 嘅 income。咁因為呢個6.45或者當係6.5嘅利息咧，就係 fully frank 咧。咁如果你本身個人嗰邊計稅咧，甚至乎你嗰個退休金嗰個稅率比較低嘅話咧，你嗰個6.45咧係 actually 係比較吸引嘅。不過大家要記得呢個6.45咧係 actually當咗你個人嗰個邊際稅率係0嘅，所以如果你邊際稅率高過呢個數目嘅話咧，你實質上收稅後個回報率係低啲嘅。個風險喺邊度咧？對投資者嚟講咧，就係如果假如銀行係受到打擊嘅話咧，銀行係有嗰個決定能力咧，可以變你呢個混合債變成股票嘅。如果變成股票嘅話，而間銀行冧嘅話咧，咁你嘅損失就100%係乜嘢都冇晒嘅。OK， 比起普通債券咧，個風險就喺呢度。不過投資者點解中意呢一種類嘅混合債咧？係因為喺股票市場每日都可以買出買入，所以個流動性咧係比較高嘅。點解咁多人中意嘅市場或者一種產品會收縮嘅咧？因為過去呢幾年咧，我哋見到全世界銀行業咧係越嚟越緊，好多國家嘅證監處咧就基本上話呢一種比較複雜性嘅投資產品咧，銀行應該開始咧就冇再發出嚟啦。再加埋呢啲證監處話，如果銀行繼續發出債券出去嘅話咧，如果出現咩事咧，銀行本身嘅高層可能都要自己係孭鑊嘅。咁我哋喺2023年咧都見到咧一件事發生咗咧，就係瑞士信貸銀行係銀行係冧咗嘅。佢哋咧本身係發出咗17個 billion 或者170億美金呢一種類嘅合運債咧，就完全100%係 wipe out 咗，投資者嘅損失係乜嘢本錢都冇晒㗎啦。咁冇咗呢個市場，投資者買咩啊？有兩個選擇咧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嘅。第一咧就係私人貸款 （private credit）。過去呢10年咧，私人貸款咧係比較流行。呢種類嘅投資咧，通常嘅擔保咧就係一幅地啊，或者個發展商啊，甚至乎一間已經係現成嘅樓嘅。咁呢啲咧就係個流動性係冇，你係要等到佢完成咗到期先至可以見到翻你個本錢。不過佢個收入咧就比較穩定，係7至9厘度嘅。第二個選擇咧就係買國際嘅浮動利率嘅債券。如果你買 global 嘅話咧，就係全球嘅浮動利率嘅債券咧，你可以攞到6至8%。
再加埋咧，如果利率係上升嘅話咧，你就冇呢個利率個風險咧，你嗰個收入一樣都會繼續咁上升嘅。咁有第二個好處咧，雖然佢係6至8%係低過私人貸款，不過呢啲債券咧每一日咧都可以賣出買入嘅，所以嘅流動性咧係比較好。咁所以你作為一個投資者咧，同你嘅理財師傾一傾咧，唔係話你淨係買一種，你係兩樣都要考慮。不過你嘅理財師咧就係幫你會準備一個適合你嘅收入嘅組合啦。咁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一次再繼續胡說八道。